今日1月10號，伊朗大規模示威浪潮就繼續。今日應該係第13日㗎啦。政府方面呢，佢哋就警告騷亂者，稱之為暴徒啦，當然會鎮壓佢哋，又實施咧全國嘅網絡控制，應該仲斷埋電添。但係美國總統咧就警告伊朗唔好試殺示威者，否則美國就會採取行動嘅。跟住就話美軍 C-17呢個運輸機就由德國飛咗去中東，咁可能係做一啲軍事部署。嗱，呢啲部署咧應該唔會有啲咩實際行動嘅，只不過就會對伊朗嘅高層啦、管理層咧造成一定嘅打擊，或者俾啲壓力佢哋，同時又係對示威者嘅有一種鼓舞嘅作用。有一個萬能 key 就永遠都啱用嘅，就係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就指責美國同以色列策劃伊朗動亂。哇！美國佬真係犀利啦，真係搞完呢個委內瑞拉又即刻可以搞埋伊朗，所以話咧錯永遠係人哋，唔會係自己。睇一睇今年2026年就各星體即係逆行嘅情況嗱。呢度水星咧就應該有3次，跟住我哋最重要咧就係睇木星。木星咧由2025年11月11號已經開始逆行，然之後一路要逆行到3月嘅，即係要係逆行到2026年3月11號嗱。之後雖然係順行翻，但係你都要俾啲時間，所以我就斷估就話伊朗如果搞掂呢個可以當佢自己可以搞掂嘅呢個示威嘅話，即係冇事發生咧。我諗最起碼要去到5月之後。照目前呢個情況睇呢，個勢就應該係喺示威者呢一邊嘅。正路嚟講，佢哋贏面機會係高啲嘅。就伊朗政權呢，就似乎係真係有少少敗仗嘅感覺出嚟啦。跟住伊朗外長就話去訪問黎巴嫩。去訪問黎巴嫩都冇乜所謂嘅，因為都唔出奇啊。但係問題就係佢好似帶埋佢嘅即係老婆啊、仔女啊，就一齊去。如果咁樣嘅情況，咁你話佢係睇好自己啊，定係點樣？唔知，暫時未有呢個人嘅消息。網上邊咧就睇到話，伊朗人咧而家唔去踐踏美國同以色列國旗，但係呢個咧暫時證實唔到，因為我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啲片出嚟。但如果係嘅話咧，都係一個好嘅方面，好事嚟嘅，因為證明伊朗人即係而家開始醒覺啦。因為你踩美國佬做乜嘢啫？你實際係因為你自己嘅呢個叫做咩啊？政教合一嘅政權叫做扼殺你哋啊嘛，叫做威嚇你哋，或者話叫做壓迫你哋啊嘛，關美國佬咩事咧？係咪先？正路嚟講，任何宗教咧都係叫做所謂嘅導人向善啦，就冇理由係而家咁樣嘅。所有宗教行為咧，應該話唔係基本上，應該話一定係咧唔可以超越呢個世間法嘅，就冇理由係而家咁樣。話晒伊朗以前咧都叫做波斯帝國，認識波斯帝國咧，可能就係《倚天屠龍記》，知道有個聖女叫小超。而家睇到伊朗搞成咁樣咧，都真係有啲叫做可惜嘅。睇到呢啲標題咧，你就會覺得侵爺嘅能力真係不可想像啊！呢個伊朗最高領袖又係批呢個示威者係讓川普高興。喂，大佬，呢啲咩事啊？又關人哋咩事啫？你自己搞唔好，永遠錯都係人哋，係嘛？呢啲又係正仆街嚟嘅。侵爺咧之前就宣布咗啦，美國將退出66個國際組織。咁好多人就話啦，喂，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呢啲咁嘅國際組織都係你一手建立嘅，或者話呢個國際秩序啦。而家又由你自己一手去破壞。咁有時呢啲嘢咧就要講翻個原因嘅，因為呢啲所謂嘅國際組織，你睇下聯合國變成咩樣？全部都有啲以三立國家就把持住。再講世界衛生組織，之前大家有武漢肺炎，好啦，佢又阻頭阻勢，
要查病源嗰陣時咧就唔公佈，咁呢啲都係一個原因嚟㗎嘛。所以你搞到今時今日咁樣，你就唔可以怪阿 Donald Trump 呢條友係一個怪獸，即係所以凡事咧都要問下一個原因嘅。舊年年尾美國佬就出咗一份叫做國家安全戰略嘅，咁我哋乜 Q 都唔使睇，淨係睇咗2個字就夠啦，就叫做 American First， 即係美國優先。通常呢啲報告咧，佢應該每年或者1年就會出㗎啦，當佢吹水嘅啫。佢入邊已經講到要呢個趕走包括普京同埋董事長嘅喺南美洲嗰邊嘅影響勢力啦。咁所以你就會睇到點解一定要對委內瑞拉喐手呢？因為委內瑞拉已經俾普京呢邊呢就滲透得好犀利㗎啦，所以一定就要對佢喐手。仲有就係之前講過啦，巴拿馬運河美國佬都一定要攞翻個控制權嘅。侵入喺美國國內自己嘅情況呢，佢可能未必會有啲咩大動作啦。咁我哋都可以睇翻就係話配合個星象啦。除咗去到3月木星逆行完之後呢，年尾12月木星又會開始逆行嘅。跟住咧呢次逆行呢，就應該係喺獅子座啦。所以就係話前後有時啲星象呢係會連埋一齊嘅喎，你要連埋一齊睇嘅。尤其是我哋講嘅未宮啦同埋午宮啦，呢2個宮位呢係會有啲拉楞嘅。就你睇咗呢個之後就係話，如果木星相對嚟講呢，都係一個發展，即係有發展意味嘅星體。咁當然啦，仲要睇木星實際上佢喺邊個位置，然之後你再去做判斷啦。但而家如果你話連續咁樣逆行呢，就喺呢2個宮位理論上呢，就都唔會對個經濟呢有啲咩好嘅幫助，只係一種叫做拖慢嘅現象出現嘅。頭先呢就講漏咗，呢度呢都有3黃星嗰個逆行嘅數據，但係一般呢以中式嗰個占星睇呢就冇3黃星嘅，所以呢我哋只能夠係一種參考。就如果你有興趣嘅，可以睇翻西洋占星嘅用法，呢度就唔講啦。跟住呢就睇一睇呢個星象圖。星象圖呢，呢度我大概用咗今年10月嘅星象啦。呢度呢又會變咗一種呢叫做有一個對峙嘅格局出嚟。就係咩對峙呢？就係外行星喺一邊，內行星喺一邊。外行星嘅意思呢，就係木星啦、火星啦、土星，呢個叫稱之為外行星，因為喺地球出邊即係外圈嘅。咁入邊呢就金星、水星啦，呢個日月喺呢另外一邊嘅。因為我哋只係計5星，就係金木水火土，就冇3黃星嘅。3黃星呢，只係攞嚟參考作用嘅啫。咁所以就係話，如果就係話有啲咩緊張嘅氣氛，除咗呢個3、4月之後呢，之前喺度就係話根據呢個睇翻呢，就可能係10月喎。但係10月嘅前後啦，就準確時間就呢度未必話咁快可以睇得出嚟，因為你又要睇翻就係其他嘅唔同星盤，因為你要對真係唔同嘅話，佢自己都有個命盤噶嘛，咁你變咗要逐個睇啦。呢度就之後有機會睇到嗰陣時咧，就再攞出嚟講啦。總體嚟講，今年美國佬嘅動作咧，應該就唔會停落嚟，可能都係根據翻佢之前嘅呢本吹水嘢啦。因為之前大家都當佢吹水啫嘛，但係而家侵嘢就唔係講咗出嚟咧，就真係做喎，所以變咗跟住落嚟，我相信就唔會太過平靜㗎啦。今年嚟講，咁今日咧講住咁多先，多謝收睇，拜拜。